的学游，自在搁自由。这本册是文学册，我的思考拢是为台语文学出发，才想看要安怎互读者自学、教学、认证、竞赛，自在使用，自由选择。音字是台语的锁匙，特别是台罗拼音系统若有够熟，就会当享受台语的水甲趣味。毋过有当时啊，若像会晓讲，煞无够正确呢。所以我才会想要出这本音韵诗，陪伴有缘的人，甲台语音母学清楚。册名叫做《阿乌的学游》，正是咱台语的6个主韵母啊、乌、a、i、u。照发音的响度大小的顺序，我有编一个故事，嘛是标调好位置的口诀。啊上大，啊乌的学游，乌糖放头前，游尾后壁去。故事在讲，啊乌皮肤乌乌，是一个古锥囡仔去学游泳，奖品是乌糖。放伫头前，伊哪会游去后壁咧？逐摆等我甲短短故事讲了，学员就已经甲台罗标调好的原则记起来啊，阁袂忽毋着去。有故事的学习，好耍阁好记。这本故事音韵诗，拢总有25篇。照台罗音韵系统的顺序，共韵字倒句，写我家己感觉趣味的故事。第1到第6篇是单韵母啊、乌、a、i、u。第7、第8篇是双韵母 i、o， 来甲音发互满。莫变单。第9篇腰，说明拼音原理，爱为后壁去掠头前。第10篇是要互北部腔广泛讲，若要写学，袂当互乌骗去。第11、12、13篇是3个片音，要互大家体会甲判断合起来上下、合起来小大的4组发音位置的系统甲规律，嘛要互入声韵做准备。第14、15篇是提醒片音内底会当做韵母。第16篇是咱台语足特别的片化韵啊、乌、a、i、u。第17、18、19篇是练习甲介音伊发互清楚。第20、21篇是入声 ptkh。第22篇是入声韵 h， 有分 ooh 甲 oh。第23篇是要互读者惯势省略一粒 o 的复合音。第24、25篇是学台罗拼音的时，真侪人发袂稳的音，要互你的字甲片仔通较伶俐咧。甲这25首诗，好好听音档练习。发音的位置甲气流的行线掠互清楚，发音会较正确，搁较有自信。这25篇故事是诗，是歌，嘛是念谣，阁拢有道具，要互读者读起来，若得唱歌顺顺顺。
语文的学习要要义正确。出这本册本意是要帮助大家听音、辨音、记音、发音，一律通万里铁。大家音会当更较自然、更较骨溜咧，毋是凊彩法用准的。这本册嘛是故事册，一个音有一个主角，故事内底拢有藏女性的形影，拢会当融入12年国民教育素养教学课程纲要的19项议题。每一篇拢有我录的音档，逐篇扫 QR code， 我就念互你听。我创作的时，心内想的拢是台语文学教学认证甲竞赛。我惊死的汉字无够伤短，所以有全台罗对照，要互大家体会音韵的趣味、音字的对应，嘛要互大家练拼音、拼写甲连结符安怎用。逐篇有10个语词注解，会使算音字听写，练习造句甲口语表达。有华大英未火气的字图典，华大英三语熟谙快译通，会当互你多元语言学习。有问题讨论，通互你语文竞赛，也是认证考试做练习。有对应第一条题文的应答题文，用散文书写受用观察的诗词、故事甲心事，就是甲恁当作朋友在开讲的意思。阁有关键词的条件，记汉字上好用的汉字刻漏字，嘛有大条件的台罗刻漏字，甲音档的速度调好好势。家己练习，也是摕来教学甲评量，拢通百面用。开店毋惊人大只，主编讲伤济啊啦，我讲4个本文甲排互古水，剩的拢通扫 QR code， 在人扫，在人介意。感谢阮查某囝林文轩小姐。国立台北艺术大学美术系毕业的青春艺术家，摕这本册画插图，每一首诗设计400图，甲故事连结起来，所以会使用来练情景演说甲看图讲话。逐篇音字袂火气的语词，会用小图，互恁看图分辨音字。台语水阁趣味，互台语册有音、有字、有图、有艺术味。看到册就欢喜，逐工都想要讲台语。感谢文化部互我补助，我才有机会出第3本册，为台语文拍拼。感谢前卫出版社林文钦社长的支持，郑清宏主编的专业编辑，足侪文本资料甲音档连结有路的工课，有主编伫咧都无问题。感谢文师李庆华教授做这本册顾问，互我更较有信心。伊是我写作的灯塔。感谢九州台语社的先辈，甲沙龙舞的兄姐，有几篇我捌念互因听过。多谢因互我宝贵的建议，感谢顶真的国赛音字金牌得主顾义军老师陪我校稿，感谢故事内底亲情50个好朋友，恁互我生活丰富有故事，逐篇故事拢有后壁的故事。感谢亲爱的阿母、天外兄姐。老实的翁婿甲2个大心的宝贝查某囝，阿乌会学游的原型是阮翁马乌乌，伊阳光太平洋是伊的游泳池。阮查某囝迄阵嘛拄好在学游水，
人生就是安尼，每一项记忆拢有可能成做文学书写的趣味。咱做伙来熟手音字，听出语义，讲出幼字，读出文味，写出心意，做伙传承台语文的水甲趣味。